咁今日好開心咧，請到一個咧學員，一個好優秀嘅藝術家咧，去同我哋分享下咧佢意識重塑之後咧係帶嚟啲咩結果嘅。咁 Sophie，你介紹下自己啊？係，大家好啊，我係 Sophie，中文名係張馨儀啦。咁啊，今日好高興嚟到呢一個Zoom 嘅 meeting 啦。咁就分享下我喺接受意識重塑之後帶嚟嘅一啲變化，一啲好神奇嘅變化。咁首先簡單介紹下我自己啦。咁我係一位藝術家啦。咁從事咗藝術工作大概7、8年啦。咁大家可能喺唔同嘅渠道都會見到我嘅作品啦。咁我亦都喺在此之前咧，我亦都從事過其他嘅工作嘅。咁有做過出版嘅項目啦，亦都有做過 NGO 嘅工作啦，社區組織或者一啲關於人權倡議嘅工作。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圖書館、公共圖書館都會見到我呢本書嘅出版嘅著作啦。咁我人生經過有唔同嘅階段嘅轉變啦。咁就誒咁誒咁話說呢個轉變其實係講緊係由細個開始，跟住講緊係即係我人生行到而家今年係41啦。咁諗翻轉頭，由十幾歲經歷過一啲好深刻嘅轉捩點，就係喺我細個嘅時候已經有接受過一個精神科嘅診斷，有一個 schizophrenia 叫精神分裂症呢個診斷。咁咧呢一個就成為咗一個好似一個喺我眼中啦嚇，即係好似一個魔咒咁樣。咁當然喺我人生裏面，我會嘗試去解開呢個結，或者解開呢一個嘅呢一個好似枷鎖咁嘅嘢。咁所以我細個時就會即係從小我就會對即係呢一個究竟呢一個精神嘅困擾係點樣嚟啦，或者個社會究竟個結構制度啊點樣造成啦。咁喺我年輕嘅時候，我就會去尋求呢一種思考咯，跟住去做好多一啲倡議啊，或者係見到頭先嗰本書啦，去寫一啲真實嘅人物故事啦。咁或者去希望去尋求一啲社會嘅變革咁樣嘅。咁但係喺我做過唔同嘅工作，呢一啲向外求向外去發展嘅工作，咁好似係壓抑咗自己即係感性或者一個情感表達嗰方面啦。因為我19歲開始就讀 fine art 嘅，但係我係冇行上呢條藝術家嘅路嘅。咁我就做咗頭先講嗰啲嘢，跟住一路去到30歲頭咧。咁我覺得人生應該有啲轉變咯喎。咁所以咧我先係再從事翻呢一個行翻上去藝術呢條路啦。咁其實發展都算係幾好嘅，因為開始覺得做翻自己或者表達自己啦咁。但係面對咧，亦都係一個成為藝術家之後，亦都面對現實，就係麵包創作嘅自由、靈感。咁金錢其實全部都係要平衡嘅。咁就而發覺咧自己係需要有啲精神上面嘅再突破，或者係有一啲障礙啊，其實未真係處理到啦。咁所以就去到近年啦。就開始再尋求唔同嘅即係課程啦。跟住我都上過唔少嘅課程嘅。即係我諗喺我廿幾歲開始做尋求譬如催眠啦，或者係睇自己嘅命理啊，嗰啲紫微斗數啊、八字我都睇過晒啦咁樣。咁跟住近年就因為經濟環境的確唔係幾好啦。咁跟住就覺得需要去再拓展自己收入嘅來源啦。咁跟住就有一日亦都見到，咦原來Facebook 有廣告就係關於係 Miscarry 嘅。咁就因為提供咗一個1對1嘅諮詢啦。咁我就開始接觸到Miscarry，咁亦都跟 Miscarry 學習啦。OK，咁係啦，咁我多謝你嘅信任啦。咁當你學習咗之後，好似都發生咗一啲好奇妙嘅即係成果啊，一連串咁發生嘅喎。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下？當你重塑係啦。嘅時候係我係11月。
廿零號啦，11月底啦，就去參加呢個小組嘅意識重塑嘅。咁就都係幾經掙扎嘅。咁跟住咧，發覺參加完第一次意識重塑，咁首先就係覺得自己輕咗啦，因為好似負擔就重咗啦嘛。咁負擔嗰個重擔減輕咗啦。咁跟住第二日咧就收到一個好神奇嘅消息，就係因為喺參加意識重塑之前咧，其實係有一件作品係得到一個知名嘅企業，即係知名公司去收購啦。咁已經件作品已經係送運咗去公司度，跟住亦都係鑲嵌咗噶啦。咁咧，但係遲遲都未收到一筆錢喎。咁跟住咧就竟然喺意識重塑第二日咧，我就銀行戶口就真係見到筆錢啦，即係唔需要追啦。咁呢個好神奇嘅第一件事嘅，即係轉變啦。咁跟住喺12月頭啦，咁我就去咗倫敦，因為就舉辦我人生第一個喺倫敦嘅solo exhibition 啦，咁係相當開心嘅。咁跟住咧，亦都重遇翻好多朋友。咁跟住第二件事，我覺得係當我經過小組意識重塑，我係內心係有轉變嘅，因為喺從接觸 Miss Carey 跟 Miss Carey 學習跟住再清理自己限制性信念嘅時候，咁以往嘅課程或者以往即係經驗，其實係我冇再去深入去刮自己嗰個家族嘅歷史啦，或者係從 Miss Carey 學到表觀遺傳學呢一個 concept。咁我就亦都覺得係喺了解自己嘅家族歷史，我發覺原來以前係因為父母或者係再上一代，即係我哋經歷過文革，經過一夜之間冇晒財富，或者係甚至乎係地主啊，即係我即係爸爸嗰代，其實祖先嗰代其實係地主，咁係喺一夜之間冇晒。咁或者係我太公其實係中醫嚟嘅，佢可以一夜之間為咗逃避文革，佢一夜之間燒晒所有醫書咁樣。咁呢一啲其實原來都係會成為咗 DNA， 或者成為我嘅 DNA， 或者成為咗我係我自己不為意嘅一啲嘅信念形成啊。咁似乎我係喺心底深處係唔能夠即係覺得自己唔能夠留住啲錢，或者內心係 reject 緊即係金錢。咁而另一個轉變嗰個位咧，就係發覺嗰個內在身份嗰個轉變啦。喺從跟 Miss Harry 上堂嘅時候，咁從佢嘅故事亦都見到反省翻我自己，其實我未完全真係接受自己嗰個身份，從一個即係好對外啊就好似要去爭取權益啊權利啊，跟住去到一個成為一個藝術家，仲要係一個 full time 嘅藝術家，係好往外去探索自己嘅。咁一個冇真係完全接受到啊。咁所以就咪 reject 自己嗰個金錢嘅收入咯。咁跟住呢個意識重塑完成咗之後，咁第一件事頭先講咗啦，收入嘅來源嗰件收入作品嘅收入就收翻嚟啦。第二件事去咗倫敦做展覽期間，我都會有做一啲 workshop 啦。跟住重遇翻一個朋友就係移民咗倫敦。咁跟住佢又睇過我作品啦，跟住佢又覺得好欣賞。咁佢話：咦原來歐盟有啲項目啊，或者有啲招募藝術家做嘅項目。咁因為我用嘅材料，你見到我 background 啦，其實我用開就係擦紙膠啦、報紙啦，跟住近期就用呢個打印機油墨啦，全部都係一啲比較難分解嘅物料嚟嘅。咁而嗰個項目其實係講緊一啲氣候變化嘅一種都係一種倡議性質嘅一啲項目。咁只可以用招募藝術家用藝術創作嘅方法去達到環境嘅轉變，咁所以就好有意義。咁似乎又好似將我以前唔同方面嘅經驗咧，又再合埋一齊，跟住亦都成為一個吸引金錢嘅來源咯。即係開始就轉變，就係覺得人生所有經歷其實都係自己嘅祝福，都係可以成為咗資源，同埋
成為吸引金錢嘅，即係一個係啦一個渠道啦。跟住咁我就已經係遞晒 submission 啦，咁而家就等緊，即係等緊呢一個即係結果啦。咁十零日之內就有結果啦。咁呢一個都係好神奇嘅，即係有冇諗過係另一種嘅方法去運用我自己。咁喺意識重塑嗰時候咧，11月底嘅時候，我設定有一個可觀嘅收入啦，6位數字嘅收入啦，希望能夠顯化。咁咁如果能夠達到即係個項目真係我 proposal 獲選咧，基本上我已經係達到一個目標㗎啦。咁但係就期待中啦。咁之後就發生再一連串我係冇諗過嘅變化嘅，就係唔知點解啲錢就湧入咗我嘅即係生活度啦。即係就係我有一日，其實我收到一個大學出版社嘅電郵啦。咁話就話想我授權俾佢哋啦，就用我其中一件作品嘅 artwork image 啦。咁咦又係一個幾好嘅收入嚟嘅，獲多個錢。咁跟住又當然我答應咗啦。咁而原來係我一個識咗10幾年嘅朋友，咁佢即將會出版一個學術著作。咁跟住佢亦都睇咗我嘅即係IG 啊，睇咗我作品嘅即係介紹啊。咁佢覺得某件作品的確好啱佢嗰個研究嗰個書嘅主題啦。咁我就授權，希望我授權俾佢。咁俾咗授權費啦。咁我已經好開心啦，又收到筆錢啦，已經收到啦喺個戶口裏面。跟住再之後就大概幾日一個禮拜到之前啦，跟住我就又喺 cafe 度咁樣飲嘢，咁無端端就出現咗一個朋友，就係6、7年冇見噶啦。咁佢係一位文學人啦，亦都係媒體人啦咁樣。咁佢就做緊一個 project 係需要訪問對象。咁佢同佢坐低傾下，大家做緊啲咩嘢啊？大家個轉變啦，咁好啱喎咁樣。咁佢就所以我就收到佢嘅邀請函，亦都接受佢訪問。咁跟住咧，原來訪問係有酬勞嘅，都係有4位數字嘅酬勞嘅。咁跟住我就好開心啦，接受咗呢個訪問。咁令到我喺一個金錢比較即係緊張嘅時候，原來當我意識重塑，或者係當我即係接受呢個內在身份嘅轉變嘅時候，原來係就輕鬆好多咯，即係就會有意想不到嘅驚喜咯。咁呢幾件事啦，跟住仲有一件事係更加令我覺得係好詫異嘅，就係咁我即係上咗呢個課程啦，學習即係跟 Miss Carrie 學習之後咧，個過程裡面我亦都開始嘗試去再喺出邊學一啲冥想嘅方法，咁一啲釋放自己限制性信念嘅方法。咁所以我係學緊一啲瑜伽嘅手印啦嚇，呢啲都係即係古老嘅智慧啦。咁冥想啦，種子冥想呢啲方法。咁遇到個導師，咁個導師係知道我嘅情況啦，跟住亦都主動提議話同我一齊搞 workshop，即係將呢一個身心靈，將一啲冥想嘅方法，跟住再同藝術家合作，跟住去釋放自己嘅情緒，用藝術創作嘅方法。咁2個人合埋一齊，跟住就做工作坊，跟住係收入亦都2份分。咁呢個好神奇，呢個係我冇諗過。有人主動去邀請我去做。咁跟住近呢幾日又多咗好多人，即係 IG 上面多咗好多 follow 啦，即係跟蹤我嘅 IG 嘅人啦。咁係一啲可能係策展人啦，或者係一啲朋友，一啲藝術圈嘅朋友啊咁樣。咁似乎可以打開咗一個大門。咁我可以去連結唔同嘅人，跟住大家即係可以去合作啦，或者係 share 啦。咁其實金錢就好似容易咗流入喺我人生裏面啦。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好大嘅一個轉變。咁所以係好多謝 Miss Carrie， 真係多謝你嘅信任啦。咁我聽翻你講，因為你本身都係一個文化人啦，即係好耐好耐嘅文化人啦，只不過角色唔同咗。咁我相信咧，其實真係我哋人生有唔同嘅轉捩點嘅。有啲人咧可能佢打工嘅，佢想做老闆啦，或者係跨界轉型啦，本身做開嘅工種或者嗰個領域，佢直情係轉啊。
咁我諗多少都會遇到好似你咁樣嘅掙扎嘅，就係、你講嗰種啦，新身份未自己真正咁擁有啦，需要一啲嘅練習去幫助自己嘅內在去確實。因為實際咧，我哋每個人咧都有無限潛能嘅，只不過我哋唔識點樣去釋放出嚟。咁我聽到你嗰個分享咧，我就好戥你高興啊，Sophie。另外咧就係、我想問下你之前咧，其實都學咗好多玄學啦、身心靈方面嘅練習啦，嚟呢個嘅意識重塑裏面咧，你同之前有冇一個好大嘅分別咧？就係認識到表觀遺傳學啦，同埋唔單止係集中喺一潛意識改變嘅，喺無限意識嘅改變啦。咁呢一個係透過 Miss Carey 去學習到啦，同埋呢一個亦都係關乎即係祖先啦、家族嘅歷史為即係當即係人誕生嘅時候，喺媽媽肚裡面其實原來已經係有即係祖先遺留落嚟嘅 DNA 啊等等，咁係影響到自己人生咯。咁呢一個係好大嘅分別嚟嘅，亦都係一個好科學嘅方法啊！即係因為喺從即係上課嘅時候就會材料學習啦，同埋嗰啲即係資料啦，裡面就知道學習到，譬如記憶嘅流動啦，呢啲係2001年科學家發現啦，跟住呢個意識重塑咁亦都見到一個即係video 嘅兩個腦細胞點樣，即係本來係一個唔連接嘅狀態，連接翻埋一齊啦。咁呢一個係亦都關乎係腦神經科學啊，即係表觀遺傳學啊，關乎到呢個無限意識嘅重塑啊等等，係啊，呢個好大嘅分別。另外喺成果上面咧，喺你嘅經歷上面，以前你都有好多練習噶嘛，即係可能玄學啊、身心靈，會唔會你覺得喺重塑裏面會幫助你快速咁見到好大唔同嘅轉變咧？就係點解我要分享？就係覺得係好神奇、好快，係就係覺得係深入到去最深處，即係自己唔面對嘅嘢，例如自己原來一路限制咗自己去接收金錢，其實係有啲破壞自己嘅機制啦。跟住亦都喺個跟 Miss Carey 學習嘅時候，去有可能有啲 session 係講緊係點樣去原諒別人啦，同埋自己啦咁樣。呢一個係非常之即係深度嘅改變啦。同埋我係想分享咧，就係我因為網上課程啦，我自己自由時間去上啦。咁我經常都瞓着咗，即係我係被催眠嘅，好似一個被催眠嘅狀態係瞓着咗。所以我係就通常我會聽2至3次，我就會完成到一個 session。咁因為係會即係嗰個課程裡面係聽到係點樣去釋放自己或者原諒自己咁樣啦。可能你有好好嘅比喻啦，例如比喻成即係我哋個心靈其實係好似一個建築物裏面有好多房，究竟係咪住咗一啲自己鎖埋咗嘅一啲唔釋放嘅自己咧？有幾多個自己喺裏面咧？咁跟住有啲咩人係應該去釋懷咧？咁樣有啲咩事係唔開心嘅嘢放低啦？咁呢一個其實已經係一個好深度嘅，即係幫助自己改變嘅過程咯。係啊，咁我好期待你嘅更多嘅好成果分享啦，因為你以我所知，你都係即係上咗課程嘅好少部分，同埋做咗一次小組重塑啫，係嘛？就咁 powerful。咁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好期待你咧更多美好嘅成果出現啦。咁而家見到你咧由一個嘅本土邁向國際，咁相信無論中間會出現啲乜嘢過程都好咧，你要信得過凡事都有利於你咯，因為你已經打開咗一個新嘅門，就係可以離開咗家族性嘅即係一個基因嘅限制啦。另外亦都知咧係應該自己落入一個乜嘢啱嘅結構裏面咧，去釋放你更多潛能嘅。係啊，就係一個從問題導向嘅結構變成一個創造性嘅結構咯。即係人生唔係解決問題，而係真係好開心吃分咁樣，即係去玩咁樣去即係創造自己人生。好，咁多謝晒你嘅分享，Sophie。咁咧而家咧就大家可以，不如咁啊，你可以分享下，因為你咁靚嘅作品係嘛？咁啊，你話俾我聽，我哋點樣可以去 follow 你，睇你更多嘅作品，同埋睇下你嘅 journey 嚇，你嘅旅程、人生旅程。因為而家好似一個啱啱新開始咁，你可唔可以係即係話俾我聽你嘅 social media 或者社交媒體點樣去嗯。follow 你？
咁啊，我嘅 social media 啦，就有一個啦，咁啊叫做即係用我嘅中文名嘅英文拼音，咁啊叫做CHEUNG 張，興咧就係HING，怡咧就係 YEE，跟住咧underscore 啦就係 Sophie SOPHIE，咁啊成個就係 CHEUNG HING YEE underscore Sophie SOPHIE，咁就揾到我噶啦。咁裡面咧，上面咧係有一啲 link 啦，可以去睇到一啲網站啦，跟住有我一啲作品啦，咁亦都期待有更加多嘅收藏者啦、欣賞自己嘅朋友啦，可以去大家互相去 share。咁亦都有啲訪問喺個 IG 上面，大家可以 keep 去睇。咁啊，係啦，就咁樣啦。好，咁啊，今日多謝你嘅分享啦，咁我哋期待你更好多謝 多更 Miss 多美好 K，嘅消息。咁我哋遲啲見啦，拜好好，拜。遲啲見，拜拜。